镜头个等下过来，咱来关心高雄左营伫昨早10点外有停电，暗头9点外又搁停电，这是造成要5000户无电通用，有一个负责人吊伫电梯，加在尾有互救出来。因那高铁的左营站、台铁的新左营站嘛，昨昏中昼嘛小连续向跳电停电。台铁是表示，这是变电所电压出问题才会安尼。 电扶梯无电未点动，只好爬楼梯来接病的民众爬2层楼，爬到噼啪喘。我要接朋友，那他东西会很多。讲叫咱袂断电过啊，跳电过去啊，跳电。车站大厅卖票的所在大公告讲暂时停止卖票。台铁新左营站21中昼11点外无预警停电，电梯卖票系统时间表甲闸门拢未点动。到站跟他们讲说我们这边没电，然后再给你扣这样。售票系统还有进出闸门受到瞬间电压异常负载过高，那造成一些弱电的系统。 出现异常，相关设备的电到下昼2点进前才来。甲台铁强国的高铁左营站2日早起也出现跳电甲停电的情形。调查原因是台铁屏山变电所系统电压异常偏高。10点20分，屏山变电所因系统电压异常偏高，造成左营高铁站等高压用户过压保护动作停电，已于12时20分前示。 复电完成。另外，到第1暗9点外，左营正德路附近也停电，有4938户无电。经过查收，伫暗时10点50分电才来。这是左营地区3天内第3遍停电。台电会室的也讲会详细调查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